孝海祭，孝台语的孝就是哭了，现在改成孝顺的孝海祭，在农历9月5号下午2点到3点，在大公界这边举行。大公界，叫大公界，哭了，你看刘伟生活上遇到什么痛苦，或者病痛要向祖先祖灵报告，然后会哭啊。台语也是好啊，孝海祭孝祭，9月4号夜祭有拜全猪，因为有立愿要还愿要拜全猪。农历9月4号、5号的夜祭孝海祭香，是他们平埔族人的过年。那像汉人的除夕夜大年，然后隔天大年初一，除夕也要拜祖先啊。古代就是有拜猪的。现在21世纪，素食环保救地球，主张少杀生，要吃素。吃素还有用塑料做那个猪油，牛羊猪。阿里族的阿里姆的祭拜只有用槟榔米酒的，不能烧金纸的，袂使烧金纸啊。为什么是缺角的阿里湖啊？看那还有猪头壳，看那有插折栏的。